生般若波罗蜜时，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。舍利子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。受想行识亦复如是。舍利子，是诸法空相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。是故空中无色，无受想行识，无眼耳鼻舌身意，无色声香味触法，无眼界，乃至无意识界，无无明，亦无无明尽，乃至无老死，亦无老死尽。无苦集灭道，无智亦无得，以无所得故，菩提萨埵。依般若波罗蜜多故，心无挂碍，无挂碍故，无有恐怖，远离颠倒梦想，究竟涅槃。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故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故知般若波罗蜜多是大神咒，是大明咒，是无上咒，是无等等咒，能除一切苦，真实不虚。故说般若波罗蜜多咒，即说咒曰：揭谛，揭谛，波罗揭谛，波罗僧揭谛，菩提萨婆诃。恭诵弥勒救苦真经第一遍。佛说弥勒救苦经，弥勒下世果非轻。临到齐鲁岭山地，拈花应正考丹圣。落在中原三星地，大正四川王桃心。天真收元挂圣号，等待时至点神兵。云雷震开物极土，天下神鬼不安宁。亲在人天中华母，九莲圣教归上圣。天花老母垂玉线，收元显化在古东。南北两极连宗序，混元古册在中央。老母降下通天窍，无影山前对河童。因儿要想回家去，持念当来弥勒经。用心持念佛来救，朵朵金莲去超生。是得西来白羊子，香儿点帖化成金。每日至心常持念，三灾八难不来侵。要想成佛请礼拜，常持聪明智慧心。收听邪人胡说话，劳酸一马念无声。老母降下真天咒，用心持念有神通。满天星斗都下世，五方列仙下天宫。各方城隍来对号，报事灵童查得清。当官大帝慈悲助，赦罪三曹救众生。救苦天尊来救世，钦点文部接地神。八大金刚来护法，四位菩萨救众生。引领36员将，500灵官紧随跟。辅助弥勒成大道，保佑香儿得安宁。北方真武为将帅，青脸红发显神通。扯起皂旗遮日月，头顶森罗七宝星。威震北方为帅首，肃清诸恶挂甲兵。搭救猿人香儿女，火光落地化为尘。四海龙王来助道，各驾祥云去腾空。十方天兵护佛驾，保佑弥勒去成功。弘扬了道归家去，转到三阳弥勒金尊。
皇敕令稷下生，收服南延归正宗。来往道下真言咒，传下当来大藏经。婴儿刹女常持念，邪神不敢来近身。持念一遍神通大，持念2遍得超生，持念3遍神鬼怕。魍魉邪魔化为尘，修持劫内许怒尽。念起真言归佛令，南无天元太保阿弥陀佛。10叩1叩再叩3叩4叩5叩6叩7叩8叩9叩10叩首。恭诵弥勒救苦真经第2遍。佛说弥勒救苦经。弥勒下世不非亲，灵宝齐入灵山地。拈花印正讨三圣，坐在中原3星地。大正四川王桃心，天真收元挂圣号。等待时至点神兵，云雷震开雾急途。天下神鬼不安宁，亲在人天中华母。就连圣教归上圣，天花老木垂玉线。收元显化在古东，南北2极连宗序。混元古册在中央，老母降下通天窍。无影山前对河童，婴儿要想回家去，持念当来弥勒经。用心持念佛来救，朵朵金莲去超生。是得西来白羊子，香儿点铁化成金。每日至心常持念，3灾8难不来侵。要想成佛请礼拜，常持聪明智慧心。休听邪人胡说话，劳酸一马念无声。老母降下真天咒，用心持念有神通。满天星斗都下世，五方列仙下天宫。各方城隍来对号，报事灵童藏得清。当官大帝慈悲助，赦罪三逃救众生。救苦天尊来救世，经典文部接地神。8大金刚来护法，4位菩萨救众生。仅领36员将，500机关紧随跟。辅助弥勒成大道，保佑香儿得安宁。北方真武为将帅，青脸红发显神通。扯起皂旗遮日月，头顶森罗7宝星。威震北方为帅首，肃清诸恶挂养兵。搭救猿人香儿女，火光落地化为尘。4海龙王来助道，各驾祥云去腾空。10方天兵护佛驾，保佑弥勒去成功。弘扬了道归家去，转到三阳弥勒尊。吾皇敕令稷下生，收服南延归正宗。来往道下真言咒，传下当来大藏经。婴儿刹女常持念，邪神不敢来近身。持念1遍神通大，持念2遍得超生，持念3遍神鬼怕。魍魉邪魔化为尘，修持劫内许怒尽。念起真言归佛令，南无天元太保阿弥陀佛。10叩1叩再叩3叩
士不非卿，灵宝齐禄临山地。拈花应正讨三胜，落在中原三星地。大正四川王桃心，天真收元挂圣号。等待时至点神兵，云雷震开物极土。天下神贵不安宁，拼在人天中华木。就连圣教归上圣，天花劳木垂玉线。收元显化在古东，南北两极连宗序。混元古册在中央，劳木降下通天窍。无影山前对河童，婴儿要想回家去，持念当来弥勒经。用心持念佛来救，朵朵金莲去超生。是得西来白羊子，香儿点铁化成金。每日至心常持念，三灾八难不来侵。要想成佛请礼拜，常持聪明智慧心。休听邪人胡说话，劳酸一马念生。劳木降下真天咒，用心持念有神通。满天星斗都下世，五方列仙下天宫。各方城隍来对号，报事理同查得清。三官大帝慈悲助，赦罪三曹救众生。救苦天尊来救世，清殿文部接地神。八大金刚来护法，四位菩萨救众生。请令36员将，500里官紧随跟。扶助弥勒成大道，保佑香儿得安宁。北方真武为将帅，青练弘法显神通。扯起道旗遮日月，头顶灯罗七宝星。威震北方为帅手，肃清诸恶寡兵。搭救猿人香儿女，火光落地化为尘。四海龙王来助道，各驾祥云去腾空。十方天兵护佛驾，保佑弥勒去成功。弘扬了道归家去，转到三阳弥勒尊。吾皇敕令即下生，收服难言归正宗。来往造下真言咒，传下当来大藏经。婴儿刹女常持念，邪神不敢来近身。持念一遍神通大，持念2遍得超生。持念3遍神鬼怕，黄两邪魔化为尘。修持劫内寻路径，念起真言归佛力。南无天元太保阿弥陀佛，10叩，1叩，再叩3叩，4叩5叩6叩7叩8叩9叩，10叩首。爱详祈福诵经回向文，弟子姓氏姓女，请各报自己姓名。弟子姓赵长女洪明，诗婷。弟子沈荣洲，愿将以上诵经功德，愿将以将以上诵上诵经经功德功德，功转成功转成回向于天地，回向于天地，回向于祖先，回向于祖先，回向于父母，回向于父母，回向于子女，回向于子女，回向于新冠肺炎疫情，回向于新冠肺炎疫情，
回向于有情众生，无形大德。回向于有情众生，无形大德。恳叩请辞，恳叩请辞，诸天仙佛菩萨，诸天仙佛菩萨，慈悲波转，慈悲波转，将此疫情降到最低，不再扩散。将此疫情降到最低，不再扩散。祈求战争止息，祈求战争止息，保佑众生，保佑众生，万物生命安全，万物生命安全，世所致导，世所致导，圣慈昭格采纳，圣慈昭格采纳。忏悔文，忏悔文，我习所造诸恶业，我习所造诸恶业，皆由无始贪嗔痴，皆由无始贪嗔痴，从身口意之所生，从身口意之所生，一切我今皆忏悔。一切我今皆忏悔。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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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。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。感谢各位前贤后学学习导读到这里，谢谢大家，读得很棒，好，感谢师姐。谢谢点传师。好，各位点传师晚安。各位天贤感谢啊，感谢，感谢护前人慈悲，感谢各位点传师慈悲，感谢各位护领任慈悲，感恩。小燕跟一方啊，春兰，好，点传师晚安。对呀，跟点传师他们打招呼一下。红点传师，王天老师晚安，各位点传师晚安，晚安。拜拜。好，拜拜，再见，各位天贤晚安。小燕，好，念经念完跟各位前贤打招呼一下啊。感恩啊，各位点传师慈悲，感恩，各位点传师晚安，各位领任、各位护领任、各位组长、各位坛主、各位前贤们，大家晚安，晚安，晚安，感恩。